人文雅，依附二路三艋舺，古早到头名声。南来北往山海线，拢爱经过咱中华。八卦山顶有大湖，落水溪边好田园。鹿港二月满市街，好美事意好读册。车库无礼庙，独一无二，咱爱保守。溪湖葡萄甜蜜蜜，花坛木林香香香，二林柳丁伊滚滚，大城四季红红红，溪洲芭乐脆脆脆，田尾花蕊水当当，福兴牛奶香讲讲，粉圆米粉 QQQ， 鼻头鱼仔肥滋滋，黄金蚵仔青青青，煞西海产活跳跳，新港有名是蒜头。山风雨人心细，男女老幼拢安然，百姓朴实真打拼，企业成功占头名。下啊尾啊脚踏车，世界第一上是行。本土语言自流化，祖先文化咱来看。思龙江上照江心，无语无准咱责任。情人牵手向前行，国际发光。那等下比赛结束了后呢，咱会请咱的评判甲咱讲评。你们要跟老师先领完你们的纪念品之后，老师再带你们到下面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家长，讲清楚吗？清楚。讲的时候不要紧张了，大声一点，知道吗？我紧张。好，那我们演讲。今日来参加台语的演讲比赛。那下面呢，先邀请第一号、编号第一号的先准备。即届总共比赛总共有24个人参加。若讲到鹿港，名声是透行城。有一句甲伊讲：一富二禄三艋舺。鹿港有一千较好食面，而且鹿港人生性热情，所以亲情朋友。小少来去鹿港，随时来分享，听听咧，看看咧，多谢大家。我是编号第3号，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我的hiệu外真趣味。hiệu外人爱做的是，徛伫马、食鸡仔冰、甲吹冷气。我上爱徛伫马，去温柔附近的土地公庙，常常会遇到炒菜泡面。闻到我心花开，手若酷酷直。阿母常常会唱我讲，看有食无遐总破西。对我来讲，世界第顶的总破西就是阮阿母。阮阿母煮的饭上好食，毋是为粗烂，嘛毋是为了泡泡，咸正拄拄好，大家食了拢饿了。阿母为着要互阮食饱搁食较，日日拢会换细细。有些物件阮食袂生，有时啊食饭。各位评判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编号第
好，我今日的演讲的题目是台湾好食物。台湾有啥物好食？好，我是第5科。今仔日我要演讲的题目是抗药的经验。抗药对阮来讲是一种神奇搁趣味的代志，毋捌做着大家，骹手是力力喘，心内是又搁欢喜又搁惊吓，惊讲会办无好势，会使人会累。抗药的前一礼拜经验，嘛希望后摆有机会会当搁参加这种。抗药前一礼拜，阮帮人护工伊乌一块一块涂甲，放伫餐边好拍哩。护工甲阮讲，我搁较了解了台湾生活一切，这就是咱台湾人朴实、心里美丽的干妈店。多谢大家。角色演什么角色？大声我无听到呢。阿公啦吼，食甲你话。老师啊，老师多姐。三个都是老师。三个都是啦哈。老师啊，恁倒位来啊？华南国小6。哦，华南国小啦哈。白菜甜甜，白菜青青，阿爸心内真欢喜。请互我声讲一个。好，再来第2位是咱的杨振玉杨校长。好，再来是咱第3位咱邱金平老师。好，安尼咱马上请咱第1盒参赛第1盒要来出场咯。好，来，咱搁来上大互我声甲咱1盒小朋友互我声讲咧。1盒请出场，2盒请准备。
谢阿娘大老伯，感谢你，感谢伊，感谢你所做一切，感谢每一个人，每一个日子，互我平平安安，欢欢喜喜。感谢万物，无论多大小，感谢天地的一切，多谢大家，敬礼。好，咱多谢。啊，咱若有记得老师吼，会使来评审老师的后壁，才有甲你准备一个空位吼，互你来记得。
会使伫个咱的椅仔顶来就坐吼。啊，小朋友啊安静哦吼，点点来听咱的表演，来看咱的表演。大家好，我是花大乡白山区本地乡的福地老爷，嘛是为伊有地官而安土地公啦，土地公，听讲这阵福地老爷真灵性。有拜有保庇啊！福地老爷，请你保庇我好读册，长寿我。福地老爷，请你保庇我，是我在赚大钱。福地老爷，第一句，福地老爷，请你保庇大家，阖家平安，身体健康。大家有保庇，今仔日是福地老爷每个村的好日子，大家赶紧来参考。花花有一句问题。
谢大家的参与，敬礼。感谢大家。小朋友，请准备。各位宾客，大家好。
先看控制咱小朋友的这个。
参加咱花大区的这个关怀台语的这个演讲比赛，有2组的，咱有12组的小朋友就来遮表演来遮参加比赛，大家感觉安尼有赞无？咱甲咱遮高水的小朋友吼，大家甲拍一个鼓仔咧吼。现在我感觉大家表演了拢真好啦吼，我实在嘛真为难，唔知要安怎来猜分数。啥物人是第1名，啥物人第2名？我感觉大家拢第1名，拢真好啦，哦，所以吼，会当上这个台啊就无简单啦吼，哦，这第1点吼，甲遮小朋友鼓励一下吼，咱遮小朋友拢真无简单。啊，我感觉我咱的今日吼，上台的题目，这题材啊，咱遮幼儿园的老师吼，嘛足辛苦的，幼儿园的老师吼。拢非常认真来指导咱遮幼儿园的遮小朋友，所以大家上台来遮吼，拢表现拢真好，比较真好势，啊嘛传真侪道具啦吼，啊所以上台的时阵，小朋友为着要甲伊上介好的迄一年甲表现出来，啊为的是用做伙来念即个诗歌，啊为的是甲唱出来，啊为的我是煞跳舞，哦，啊这个老师啦。对伊准备真多的道具吼，大家拢真辛苦，啊表现拢真好。咱搁替大家家己拍一个鼓仔咧吼，感谢大家踊落来参加。啊，咱这个要安怎摕上简好，小朋友就在伊时间内底啦，你尽量这个音甲讲准。哦，老师你咧调整的时阵吼，咱甲小朋友指导的时阵啊，尽量这个音。讲准吼，啊，我简单举例啦吼，比如讲，咱讲感谢大家，感谢安平安，不是平安哦，不是平安安，是平安安，差一嘴啊。咱的台语吼，都希望啦吼，希望各位家长吼，咱搁继续来拍吼，国小的主任嘛吼，的主持人啊，白沙歹势白沙啦吼。我讲着歹势，白沙国小的主任吼，人生了水吼，啊读我台语讲了有赞无？咱嘛爱甲拍一个鼓仔咧吼，生了水都在做，啊做吼台语讲较在。咱若是所有的老师吼，我要甲大家讲是，有的小朋友可能有的老师可能讲，我道具人准备愈多，啊是分数较悬，无一定安尼啦吼，啊你老师非常辛苦，咱这道具是为着伊咱在表演的时阵吼，互你搁较精彩，所以会使传道具袂会使，但是我一定无讲，因为你无传道具就甲你扣分，无安尼，啊你若传道具
恁有欢喜无？我看到手机时代因，敢若喙开了尔，我继续看吼，所有的家长，大家原来拢喙开，大家用笑啊，有无？你有笑无？因为我相信比较有这种土地公嘛拢搬出来，啊，咱洗钱花嘛拢搬出来吼，啊，甚至连卖咱花麻厝枸杞嘛拢搬出来吼，这就是咱的价值，对不对？对。啊，最好啊，咱们各位，大家知影，咱家己的想法，咱家己的规划，有啥特殊的所在，咱都啊，咱们周围人吼，啊听有奖征答，我大家拢有礼物哦。你看传一堆礼礼等下咯吼，但是网络是YouTube，已经有5、6万人，看咱这首歌，啊希望咱的中华会当互大家人知影，大家做伙来推动。咱的小朋友里面内面拢有遮。
但是嘛，就爱代表会支持对啊，代表会有支持，咱才有可能会咱办足老的。甲咱的代表主席来拍一个头啊，好无好？来拍一个头，再多谢大家吼。啊，我问个问题吼，较特殊吼，一只来，我请问大家，咱花大乡的香花是啥物花？来，什么花？马地来地花。土地公有带大庙的哦。讲啊，你土地公啊？福地老爷。福地老爷。福地老爷。文德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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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地老爷。福地老爷对哦。大家好，我是代表咱中华县长卫民局来参加咱这场活动的参与专进来为了这些时间，卖大家一一请好啦吼。哇，上出名的山是哪一粒山？八卦山。八卦山，再讲一遍。八卦山。这只吼，紧看下吼。好运出产的物件，来哦，什么物件？出产的五连。哦，对啊，来讲看注意哦。咱中华县长叫啥名？哦，是啊，你讲卫民局，到处的话。卫民局。哦，是啊，多谢。出条运回吼，咱即马鹿港东游区吼，即马活动的陆续进行中吼，遮阮鹿港吼有办一个鹿港小实验非常有名吼，拢计秒杀吼，遮我非常对吼，遮吼咱一杯我咧有小出名，我先呢，我先吼，大家好，我来问一个问题，咱中华的旧名叫半线，咱花大乡的旧名叫啥物？1、2、3，到啥物？对啊，这个拢在较常在你有通咧看。对于我，头先讲香花、茉莉花吼，咱早期咱有啥物花团，有啥物的互相之争，早期咱起厝拢爱用到的啊。真啊！红砖呐吼，对，拢有咧推动遮个花吼，它真会死，我叫什么名啊？花金哥。中华咱火车头，因为火车你休困的所在叫啥？爱用台语讲哦，爱用台语讲。敬贤车库哟，好，恭喜。来看好啊！台语演讲比赛颁奖甲咱来闭幕典礼，典礼开始。咱希望咱现场的咱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咱的小朋友吼，较等下咱要进行的是咱真隆重的这个颁奖典礼吼，所以咱嘛是希望讲现场会使较保持肃静吼，较保持较安静一丝吼，互咱得奖的单位吼，得奖的小朋友进台以后，都有感觉一个真公平的感觉。已经开始吼，咱的管柳柳桂如小姐吼，咱的管柳柳亲来吼，所以号召就已经来啊，伊是分无同款的所在咧比赛，这个所在幼儿园的较慢，所以吼。
的老师拢站起来，好无？我就无接，各位站起来。好，来，开盘公所的准备。咱的代表，代表会代表，代表就来。咱的代表会主席，咱的乡长，咱的乡长。咱的地方委员，咱的陈金清，是替陈金清，来，咱的代表，过来嘛是地方委员农乡服务处的家园服务处的主任吼，来咱的嘉伟嘛是地方委员农乡服务处的副主任吼。接落来，咱要来颁发咱的感谢状吼，来接受咱感谢状的这个单位。就当时长咱秀芳评委，咱李书记乡长罗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准备以及各位贵宾各位辛苦的评审老师辛苦的司仪上水的司仪咱以为参加各位家长、小朋友、各位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真欢喜中华县政府会当含咱关怀文教基金会办理在地的台语比赛关怀台语比赛今仔日是第8场的比赛伫个中华县在地所在办理在地，希望甲咱台语的文化会当借由咱关怀基金会推广的这个台语比赛，会当落实伫个咱小朋友的心目中小朋友的教育内底嘛希望遮尔水的台语文化会当永远流传伫个咱中华县内台湾本岛内这是咱就当市长20几年来的心愿嘛真感谢有这个机会来办理这个活动互阮中华县政府有这个机会来表达阮中华县政府对咱台语文化的关心。中华县政府教育处嘛，伫个各中小学有办理各种的台语台湾母语的经文、绘画甲绘本甲歌谣种种的比赛，目的嘛是要加分伫个咱小朋友的心目中今仔日真感谢咱来参加这4组的小朋友甲家长大力的支持，嘛真感谢咱辛苦的评审，嘛真感谢咱今仔日议会的协办单位贵宾互咱今仔日的比赛场合超有120个来参加，互咱的这个比赛，咱这个场次会当遮尔热烈今仔日各位小朋友看到今仔日遮热烈的场所遮热烈的场面我相信咱各位家长小朋友都会知影台湾母语台湾母语文化有偌水，这就是咱州当市长心心念念的所在，而且借着各位的双手，把咱所有参加的小朋友把咱各位主办的关怀文教基金会，把咱辛苦的评审老师，以及咱出席的所有贵宾，大家拍一下鼓仔咧，好无？多谢大家，祝福咱今仔日的活动会当顺利圆满成功，多谢大家，多谢。第一名，同款2个红包加起来，同款贵至2000块吼，这是任何乡镇无的。不但是安尼，咱地方的老师，感谢这老师的支持，佮
每一个老师都有500块的钱，这也是咱会团特别有，咱甲乡长以及代表会以及公所，咱来拍一个图啊，感恩多谢，感恩多谢，非常的感谢。谢谢，非常感谢咱关怀文化局的邱成勇董事长带领咱所有贵宾甲评审老师咱大家搁拄有咱的咱的文常公社吴校长感谢吴校长搁咱三尊公社吴校长咱承办单位会团公社林校长搁咱李会长现场今日所有咱参与所有咱的小朋友咱的家长搁来咱今日幼儿组的咱的阮的园长搁来老师不发台，向你好来开开你好，来甲伊拍拍者。老师真辛苦啦，搁咱的一家的幼儿园长跟老师甲伊拍拍者，感谢伊的参与搁咱东亚园咱的园长学长感谢恁遮侪人的参与啦。咱传起台语演讲比赛其实我想咱关怀文教基金会长期致力推动，为何咱母语的保存甲延续这是一份真新鲜的工作咱的祖先世世代代700年来一代一代传统咱的语言，我想咱有使命，嘛有责任爱甲伊流传落我想这不是讲一种使命责任，我想就语言的角度来讲呢，囡仔这个年纪我想咧学话非常的紧咱看到来讲去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我想因的囡仔会晓讲6种7种我想咱的因会晓讲台语客语、潮州话、广东话马来话搁印度话因嘛会晓讲英语，我想囡仔其实伊的学习能力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所以呢，这个幼儿的年纪呢，伊会当接受到这种的，所以呢，我想多种的语言，互囡仔的发展发育会当更加头脑会当更加灵活而且呢，加一种语言呢是一种竞争力所以呢，包括咱在座真侪爸爸妈妈来自真侪国家，不管是越南、柬埔寨、菲律宾还是印尼，真侪，其实咱即马台湾推向南向政策真需要讲来自足侪国家的语言的人才，所以呢，你若语言较侪种会晓，我想绝对是比别人较有竞争力所以呢，尤其母语的流传非常的重要咱拄则看到这小朋友讲到咱家己的母语呢，我想心内拢有真大的感动我感觉希望讲咱的母语会当一代一代留落其实咱的台湾咱的母语非常的水我想用伊表现出来我想互伊心情甲感动真正是无法度比拟的，所以呢，希望讲大家共同来推展，社会来推动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长期推动即马全县已经有10区一直咧推动希望讲咱的保存咱的母语为家庭教育因为市区的咱有机会咱再讲，就要甲伊讲咱的母语伊一串会当流传落因为外口有影讲母语的环境较少，所以家庭教育非常的重要。希望讲大家咱的小朋友今日来上台呢，大方拢就好。咱去台顶有看，咱去2楼看咱的1年级、中年级、9年级我希望大方知道上台就是一种进步就是一种非常好的开始所以呢，小朋友今日你若无得奖，袂继续加油，明年再来参加。祝福咱所有咱的会团的主题，咱的小朋友都有当比别人较强，较有竞争力。多谢大家，谢谢。有较济咱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做伙来参加这个台语的演讲比赛嘛感谢咱的关怀文教基金会将这个台语推动了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时间这段时间内底因为有足侪咱的老师咱的家长大家共同配合咱的台语为囡仔开始来培养要不然像阮大汉了要讲台语拢讲袂好势所以真正咱祝福今仔日的小朋友大家拢有真好的成绩祝福大家心情
上事贤吼，万事如意，感谢谢谢，多谢咱的几位委员吼，咱家靠谱啊，咱多谢咱鼓舞，多谢因吼，多谢，好，咱接续，咱拍一个鼓啊吼，来。颁奖典礼啊！咱拄则主持人有甲大家来拜托，就是讲咱小朋友吼表演真用心，那站起来台仔顶，就是希望接受大家鼓励所以咱同个声较大声嘞，讲话的声较小声的咱来拜托一下。好，较等下咱要颁奖的呢，顺时是安尼咱对低年级的先来颁奖。